尤其因为因为伊偏向古代哲学的思想的根本，当时呢包括了形而上的宗教哲学的这个问题但不偏是过去的观念，以过去的观念而言当然后面现在讲的文化。这个名词是过去过去的观念跟过去的观念不同，过去的观念的文化偏重于人文甲人伦道德，即是伦理道德、政治的伦理道德社会的伦理道德。现代文化这个名词是包含了政治、经济、文书、社会。甲教育、哲学、宗教等等归纳起来，成为文化的总体。对文化这个名词呢，固定定义无啥详细。为了讲述的方便，应该先有一个认识。所以咱讲八一篇全部的精神下在文化，是切合古代所有的文化。第一篇学是个人修学的宗旨，第二篇规则，也就是规划的内容规则。第一就是咱修学的宗旨，成就咱后咱家己了解。第二篇就是要发挥，第一篇就是纪律，第二篇就是理性，也就是规划。的内容，第三篇呢是把个人内心规划以及内容的规整综合起来的文化形式，放在八一篇内面。这就是初篇的开始。孔子为贵是八一不如人，是可见名，实不可见名。孔子讲这个贵是是一发一类，伫因家庭内面，所以从这个情形来讲，向孔子报告，孔子伊就讲，伊讲这个代志，贵是都做会出来，也后日有啥物代志伊做会出来。这孔子是安尼讲，并是孔子就发脾气，大顿倒来讲，这个代志伊敢做，啥物代志伊毋敢做。并不是，伊讲是可见名，是不可见名，咱来了解。鲁国三纲的关系是可以动摇政权的这道的这权嘛。这三纲是名顺、长顺、甲贵顺，国家国君都提无办法，政府政权拢操在伊身里。亲像咱道中也相像道中若前贤者点传书，也是领任的人，人听中心指示，那么伊做伊家己的工作，良心嘛无法度。所以学道修道是要创啥货？要团结，要和群，要行功立德，就是无分彼此。所以咱修最重要，就是要讲所以这种是孔子统治鲁君借书抢用礼乐智慧，这种是孔子伫咧统治这个借书，贵士的借书是抢用了礼乐。这唔对的。孔子认为礼是维护国家社会正常的秩序，你只要咱来了解。这个礼嘛是维护咱道中的这个秩序嘛是维护咱的社会这个秩序嘛是维护咱家庭这个秩序讲小是咱个人咱家庭讲大是咱的社会讲到转来，咱学道修道是讲对咱道中来如果人若心咧安分，即家
中用啊，甚至呢天下和平啊，这是以礼治国的一个效用啊。好责人人啊，违背这个礼制，欠罚这个礼制，即将造成社会特殊的混乱啊。所以弟兄们，咱一定要了解，咱人人啊违背这个礼制，我做我的啊，中心反正中心的看背啊，哦，我人今日就无办法，有影哦，所以欠罚这个礼制，即将造成这个社会特殊的混乱啊。哦，恁若违背礼制，咱道中的这个混乱就走出来了。人伦道德破坏，上下不成体统啊！人伦道德若破坏去，上下都不成体统啊！咱一个人若遵守礼节，咱的家庭体统就无去啊！咱的学校，咱的受到的受啊！贵是原礼原论啊，欠用天主之礼啊！你贵是一个大夫名，你会使用啥？用死个人啊，大夫名你都会使啊。但是你可以拜死个人啊，死个为一拜啊，当拜4拜啊，因为天主愈来祝福啊，愈来祝福愈来大夫啊，天主发一啊，祝福了一大夫才当输一名你一个大夫讲发一礼伫家庭内面，所以礼节原礼原论占用天主的礼乐，实在是莫不尊上啊。所以咱一个人就是安尼，你这个家庭若犯这个礼，你就是有咱士大人的，将咱士大人来看准，无士大人存在。伫咱道中看准无奸人，无领导者存在啊。因为鼓励基本精神全在于严刑严问，一旦发生侵犯，就被视为大逆不道实在，因为鼓励这个基本精神，就是严定咱的命运啊。咱一家是咱有士大人伫咧，有咱的阿公伫咧，咱一定要好好听话。爸爸咧讲话，阿公咧讲，你袂使唔听啊，你一定讲是。但是像这种我会过者，我求道学道了，我的习惯拢爱记。所以阮老爸仔就教我讲，某人你怎么会讲好？我来讲，我从来毋捌甲讲，我无法度。阮老爸若咧讲，人咧甲咱某人做亲情咧，你哪有钱？我讲倒啥有钱？伊讲人讲你欠两偌济钱，你讲有钱？我讲有啦，我要讲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咱这囝仔日若要熬笑，我2点钱伫遮转倒咧做生意做，咱毋招是歹势啊，要招我无钱啊。我老爸讲我讲是啊，就是安尼。所以实在拢无钱啊，足侪钱，我嘛拢甲讲有，无钱应该无钱，咱来招啊。无阮老爸，伊对我伫道学道，伊拢无意见，因为我若无钱，我来甲道亲招，伊哪来招钱啊？道亲知影讲这有信用啊，伊袂讲唔招我，我见摕咯，摕一半伊，阮前辈后生，伫路门顶头等。我讲汉王姐，我要来招钱嘞。伊讲你要招钱你到底因来管？因若阿条，我无法解啦。如果你做一粒要做小数，我讲这我你人先做小数。爱就麻烦，爱就足紧的麻烦，办好，即摆下晡要下班，你若拢教一个啦。无啦，我甲你办好啊，你若要钱，你来看就当去啦。我讲汉王姐遮紧哦，我都知影你无钱，我就可以家己转来囡仔。我毋是种善，我拢摕到到你厝顶仔者，家己转啊，转转来，转过就好啦。但是什么？我从来毋捌甲阮老爸仔讲，这个我都你家己用。咱修道学道，表示大人欢喜啊，我后生伫修炼啊，
咱若无安尼做，伊对咱无信心，咱就会往甲你做，毋捌伊嘛甲你做到，所以辅助跟天心理内面宣传，先即变质也无即化质，改清破统质之事啊，方见还主，欲其自理其罪而未改之。所以孔子呢，变天心理内面宣传，因为较早孔子是领导了天道的主持者，伊继承老子老子接老子的道统所以伊是大天宣化的主宰者，所以伊先即变质，恶即化质，所以伊清破统治之事，伊清破统治之事方见还主，欲其自理其罪而未改之。即个委员主呢，知影讲伊安毋对啊，甘看咱惨咧，去改过去。姊妹，咱了解，咱伫生活过程中，咱的前言，咱的讲师摕伫讲台咧讲，咱的点传师，咱的领袖咧甲咱讲，咱来了解。咱过程，伊搭用手文人道讲互咱听，所以咱来听了后，咱敢若听尔，爱改，爱改，袂使敢若听尔，听若无改呢，条无听拢相像，所以咱爱注意，修法道就是用安尼文书修第一就是听。第二就是思想一个，第三就是进入去做，中庸甲咱讲，复合字、新文字、新书字、并编字、读编字。复合就是看经典、看文字，或者来听宣传参班新书看字、新文字，听了后，咱家爱问咱用心问一心。咱即个人有两个人一个心有两个人有一个假人，有一个真人。假人、真人问假人问我你安尼做互我安怎样无解才会使互即个假人统即思痛家己见效，讲我安尼做毋对要有即个真人呢来做领导毋知中庸安怎讲。道心尚为一心之主，而人心为中明也。道心做咱的主人，咱听宣传经典，做道心做咱的主人这人心才来听道心的命令安尼呢，咱做人较简单法治新闻是新书字，斟酌应得可道文字，上看卖，谨慎上看卖明辨是我想安尼，到底对毋对？应得来家思辨，感觉讲对无对来读。所以读经就是真正的功夫。兄弟姊妹，听经就是要使互咱一条路过错的时阵，才能倒转来，安尼咱听经闻道到简单。咱今仔日无上班，无做工课，无趁钱，咱会计较家己来操持，姊妹。安尼呢，咱搭袂对号，地甲去轮回也无真正几万年诸位开天主的必地，因为圣人，到现在已经来到无预高的时阵，经过6万岁经过6万岁。1万岁、1万岁、1万公800、200万岁，你甲算看没？拢无转去，拢无转去拢伫遮轮回所以这回文就一贯天道，一定要痛定思痛。也得对心肝残容，对心操累，这操对了转去，唔转去呢？无转去我绝对唔敢管迄个王建义，迄个兄哥，迄个兄哥，迄第2、第3。
机要来。你讲会走就走，袂走就用行，行较紧诶，袂行就用爬，爬就用落，啊爬就用来用落啊。我等你绝对袂使，即句我定定甲你记咧，你若记一句话就好啊。拄则就伫遐讲啊，世尊两个同齐兄弟啊，带伊拜世尊为师啊。因为兄哥头脑足好，拢袂晓听，听世尊来讲意思。因为兄弟毋捌啊，懵懵啊，逐个就是毋知要做啥，无所事事来做啥。世尊来讲，你逐个就是去扫地，扫地就好啊。爱甲讲，扫地，你着安尼念好无？所以你着安尼念，念起来，伊搁家接过念。伊讲扫地，扫心地，一念到尾啊，伊家己讲，我敢若扫地嘛，要扫我心地啊，结果呢，真正伫遐开悟。继承迄间庙寺的主持，后日是成就菩萨，免得较捌外钱，慢慢讲我，免得讲我，啥话拢毋捌，我后日讲修来等你。我拄则讲，心专业一业钱，心专业就一个钱。这是王和明先生修道的心得啊！讲像咱正当就有人食，转倒转来做这个，这个生意就安尼做到有人食。咱厝也有啦，这地点拢袂歹，有人食。伊讲心专业一业去，心专就一道心。你这两句话阿去。我一定听伊，是小人过这条路，我足爱听伊话。伊就安尼甲讲，就永远就家己，心专业一业去，心专就一个事。咱真拢100年纪落来，实在讲要趁钱，咱无法度啊。干那讲要拍电脑，你就无法度啊，拢卖装啊话，干那要拍电脑，你就无法度啊。你若看少年家咧拍电脑，即手也咧理，即手也咧理，双手移甲变减，咧移到根本毋知影，加一万，人个公车扫拢出来，也是即万，咱来甲想。所以今年只有这条路，值得我们去走，要么是真正到对的，真的，什么都不是你的啦，除了修道是你的啦，什么拢是你的。你就安尼甲想，孔圣人安尼讲啊，人无远虑，必有近虑。人若要上暗的，你烦恼是有影，人嘅无业，阮就动啊，较早同齐捌读书我尾啊，大家读书我尾啊，阮老爸规方面等于甲办户籍，阮老爸户籍伫草地啊，我等下办户籍，就对遐一边，找因这边小弟啊，我免从啊。毋是拢面对哦，讲嘿啊，讲你有迄电脑，讲我要怎啊？讲你电脑我，我即摆拢前国后毕业，甲迄两档拢毋捌烧吹啊，毋捌电脑电的，我叫电来甲我讲，咱从爱先生你讲嘿啊，我讲伊讲是啊，我讲我是啥物人啊？伊讲你啥物人我毋捌伊咧，讲你毋捌我，袂过即人。西藏人较有讲，你趁足济钱的，我你都毋捌我啦，正常啊。毋捌我定定要甲请来。伊讲慢啦，我想一个啦。我讲都细汉甲你读册，拢甲你坐做伙，拢去夜市出啦，去偷甘蔗。你看怎么到台湾校啊？拢读一补尔，即摆拢都食10点饭食起来，就。去啊，徛对阮遐迄个河边要放落迄个大溪啊，去遐浸水啊，浸到头11点半，车我排来走去读册啊。伊想讲，伊讲你到底是啥物人？我若生出我啊，你个就是啊。伊若想讲，你若想无，我甲你放个啦，我甲伊合我卖啥物只合的，我想我免啊。到尾我晓得安尼。我晓得啊，讲你趁足济钱，伊讲卖啦，莫讲钱啊，莫讲钱啊。咱来讲头日去咧夜市出来，偷甘蔗啦，咱咧做我话啊，讲假好啦，莫讲遐啦。
讲的钱吼，毋捌讲甲我讲的钱安怎样啦？哦，啊伊啊，真就是可能会歹个，足歹好业来对啦，哦，真好业。哦，迄种卖讲的钱啊，讲的钱无路用啊，伊咧讲钱人讲钱无路用。哦，伊讲咱做囡仔时代内底做伙安尼啦，足新鲜个啦。哦，了有一日就来找我，哦来找我，伊讲哦，你伫遮你嘛是袂歹啊，讲有啦，食饭有啦。哦，啊，要平常借钱来吃，所以是希望来比袂了啊。哦，咱呢交要比个几百亿个，先怎比啊？哦，啊，即个单航海呢？读册拢买啊第二名、第1名、第2名，可是伊交动物啊，做会起个抢，按动物做了袂趁钱，啊袂趁钱，怎啊拢互伊切互伊做？啊，即摆呢做切了后，怎啊移去大陆做？嘛趁有够侪钱啊！哦，足歹讲，所以比袂起。即摆就比收入嘛，就较重要个，以外拢无重要，因为咱即个年啊。从我到国外，我到77岁啊，哦，还佫有啥物件比啊？真啊比身体健康较重要，啊比会晓学道，会晓做工课较重要。哦，要有人食着，有人食着是福气的啊，要会晓修学道，这才是咱真正哦，咱应该行咯，代志嘛，绝对袂使胡袂去钱，因为时间过过足紧的，你去来遮来看遮人过好过，佫带咧。你要靠中秋节呢？年是中秋，过去寒，生日230，一年中秋节了到过年就来，哦，就来节，所以就是真难，读高咧，认真做，人抬头定上，拢要看对面，读高咧，认真行，认真做，这个才是重要的。我讲这种实在话呢，这是我。哦，义父之言呢，我义父甲我的总父讲出来呢，修到几十年来呢，我的心得呢，我真正我的心得呢，我20岁开始遇到啦，今年77岁，等于就到57年，所以我足认真，我足济啦，看一半项，听一半项，加强，从哪里讲呢？大家做参考。认真来做，较重要。过来，第2站，3家者医用。